英俊哥你好啊，金英俊大哥，来博英哥感谢分享啊，来各位亲来刷队的朋友，大家按满大家好啊，来大家晚上好。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，刷加六。你有想要知发生什么代志哦？加六，录下。来音乐把它暂停一下。我唔知影咱迄啥天风，唔天风啊，林家珍嘛有彰化后援会呢。哈，阮林家珍嘛有后援会呢。我跟你讲，大春女神呐，大鱼拢有后援会。伊就会无要烫衫，变做我安尼，我安尼足尴尬的。你唔是尴尬是为我爱笑，是为无物件，无物件是要老豆啊！歹势啦，哎呀，都无物件是要老豆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，帮我刷加六。来，想要的知道，先刷加六来录下。因为今天这一件事情，我真的觉得是非常严重，好不好？来，蓝雨版所有刷电的朋友，每一个人帮我做一件事情，确实的帮我做一件事情。每一个人确实帮我做一件代志。荧幕左下角公开分享，全部有分享的，帮我录已分享3例。来，所有荧幕的左下角公开分享键，没有个人版面分享几次？1次。来，各大社团3次。来开始分享，麦克科鲁，麦克华谊啊！来，那个老邱你没脱衣服，人家讲老邱你没脱衣服啦。我身材没看。旁边那个很不优啦，颜值不优。所以那个金英俊大哥伊也要去面试，无法度嘛，对吧？不 OK， 伊有咧请直播主嘛，可能无法度。你敢有法度？可能无法度啦。金英俊，来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。来，卖礼拜个天风啊啦，好不好？礼拜看直播。讲真的啊，大家礼拜看我已经足欢喜啊，已经很高兴了啦。不要再天风了。来，有人好啦，你咧讲的问题，我先煞给你回答一下啦，好不好？迄个像啊，那叫像浩宇哥啦。天风告酸民不起诉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你有什么看法？来，胖友，你有什么看法？针对这一件事情，我跟大家报告一下。来，那个是，那个没有什么看法，没有什么看法，我无什么看法，你无什么看法，因为代志不是发生在我身上，我没有什么看法。来，那你换我好不好？来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至于刚刚那个酸民问你的问题，对，不起诉这件事，什么事情？那个酸民不起诉嘛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是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？天风告酸民嘛。天风告酸民，对，然后不起诉，为什么不起诉？对你有什么看法？关我屁事呀！关我屁事呀！你别人叫做天风呀！我们是叫做天风2个字吗？我不是天风啊，这不干我的事啊，好不好？那就无我的代志啦。别跟问这个问题好不好？来，董事昌大哥就顾不看到你啊呢。来，世兄兄晚上好。来，世昌哥来晚上好啦。咱刷电朋友这边拢无要讲话呢，是咧啥？其他咯。那个谁 ，K 大有卖马斯奇诺的衣服吗？来，咱这摆咧小可深入者，等呢。我先跟恁讲一件足严重的代志，很严重的，恁拢无正经，一入来就甲问天风。来，今天有发生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，想知道的朋友帮我刷个加6。来，小明哥晚上好。来，小明兄你好。博宇哥你好啦。来，博宇哥你好。来，
博宇哥讲食饭啦，练功啦，有机会啦。改天有机会的时候了。感谢静静帮我们分享到各大社团，感谢。来，爱嘞正音配大哥，感谢分享。来，有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，帮我刷+6。有知影要发生什么代志？伟翔说可以跟你买枪吗？可以啊，你看你要土制的还是自制的？哎呀，自制的啊。对，有2种啊，还有一种是 CO2 的。对，哎，CO2 的也有啦。你可以来这边找我们，卖给你好不好？我有，OK 的。 OK 的，没有问题。叶长，常委，常委，免，我的隔壁有哦， 2支大支的，玻璃橱啊入来，吼，玻璃橱啊入来，才有抽屉拍开，遐钢瓶拢起来。嘿，有迄种的无？我迄天有去家福中心有买一支枪，你敢知？常委，要去啊！阮江湖家福中心有去买一支枪，去啊呀。嘿，来，咱才有一支大用的啦。无啊，你先去摕，我甲你交代的啊。嘿啊，我先甲你交代一下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来那个网妖怀孕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不是网妖，对不对？我们2个长得像 Doctor 吗？哦，我跟你讲啦，我们那个都没有什么看法。迄都无什么看法哦，你嘛较正经呢。较正经的好不好好？智障的。来，黑来像那个刚刚谁说要买枪的啊？我这里有一支大用的，你想要看吗？来，那个买枪的在一下。来，刚刚有人说要买枪嘛，那选民入来，卖点要甲我买枪嘛？你要买枪有啦，有啦，我只有一支大用的，你要看无？超大一支的。倒一支选民啊，倒一只？袂记啊，李炳。陈大气大哥你好啊！来，大七哥你好。来，倒一个啊！上好直播台，你好。来，一个讲要买枪的是谁啊？来，刚刚要买枪的那一位同学在不在？倒一个讲要买枪的。对，对，等下。来，那个没有关系啦。有想要看大用的，有想要看无？想看打想看。来，想要看大用的，想要看的先刷上来了。一盒 CO2 的钢瓶去后摕来，干你娘！我真正就请到这小帮手。这若甲人输赢时阵，干你娘摕物件，阮就已经死啊！你敢知？迄物件摕出来，人伊见面就无伊啊！你知啊？创啥呢啊？是冲啥小啊？想要看的先刷"想要"2个字来录下，好酷哦！来录下。卡会疼，你莫甲我大。无大。你大恁爸卡会抓。来，想要看的打想看啦，系啊。录下。鸡摆当做恁爸是无的啊。你即摆当作阮拢无穿了。穿足有啦，有啦。有啦。CO2 啦。CO2 我啦。看过无？生存游戏啦，有捌算过无？这是 CO2 啦。钢瓶啦。钢瓶啦。对不对？来，想要看大用的，先刷上来了。来录下。来啊，想要看的打想看。给你们听声音就好，不要在镜头前露出来。听声音，听声音。鸡巴蛋的哦，干你娘！恁这个选民敢要落落穿了记者恁爸明仔载个乌伊啊！连面还有 CID 要来阮兜啊！对个臭鸡巴对吧？听声音，听声音。哦哟，靠背天崩一天崩一空。你钱嫌到伤济无地开哦。我干你娘！安会使无？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吧 ？OK 的 ，OK。来，想要看大用的，想嘛，对不对？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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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。好啦。惊关机，惊关机，惊关机。对咩？对。你明仔来打电话装潢的啦，常委。靠背面天崩两空。天崩。啊，这个 CO2，这应该无要紧吧？无恁看到啥？这应该无要紧吧？生存游戏呀。无啦，这个 CO2 啊，钢瓶的。我看哟，强哦！我感觉我徛你边仔都有生命危险啊！你敢知？讲变冰的你有也看？要大恁爸家，也要搞演习，你强的哦！很强啦。啊，来，有想要看大用，有人想要看大用的无？倒一个要买枪的出来。哪一个刚刚说要买枪的？哪一个说要买枪的啦？刚刚那个说要买枪的，再打赞。要买枪？要买枪我卖你啊。3工2工要几块牙出来尔，哪有啥对无？对啊。啊！
来，刚刚谁说要买枪的？我请好牙，请牙来。大用的来，无咱想看的先刷加六啊。大用的，有想要看刷加六？一支我的，一支我的，一支我的。镜头前我要夹出来。我紧啊！你的这支，对啊。我迄支足强的沙漠之音呢，迄支沙漠之音呢，杀伤力很高呢。来，有想要看的打想看呐，好不好？啊，看倒一个，他都讲要买穿的，你私讯我改变。人工要买穿，莫伫线顶甲我讲，私下讲，下骹讲，对不对？伫遮无好耍，这就不好玩。迄真正会去用弄呢，迄空空。对呀、傻傻的，空空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要买枪的无？有啊，有啊。来，有没有买枪的？有没有要买枪的？有没有要买枪的？有没有买枪的无？来啊！好啊，大啊，嘿啊，安好啊，起来好啊，起来好。好。这大用的开落是哒哒哒哒哒的哦。这是爱音乐啊，哈，这爱音乐啊。先放一寡音乐，先放一寡音乐。来，赌神。哎，无，放一寡音乐，啊无迄伤大声，会靠背等会拼几啊空。来，赌神。这个有迄红外线，你敢无？咱这支是有红外线的。我这支嘛有红外线。有人想要看无？伊讲啊，我是来较细声，较细声的。常伟来用者。有想要看无啦？哎呀，好啊，无啦，妈呀，音乐关掉啊，晚上好，金猪隔离好啊，无要紧啦，夹出来啦。好 ，OK。干你啊！我这支嘛拿出来。妈操鸡巴，你即摆傻笑？要买枪了，要买枪了。我穿吧。我这支无声啦。来，啊我。啊，要买无？要买无？要买不？要买不？要买不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好不好？要不要？这支有穿无？大用的穿不？穿不？这枪支会叮当啊！穿不？这个会穿不？使无？安尼我啊，好安尼我啊。这个有红外线。哦，过叮当，过叮当，红外线啊过叮当。啊，我这支个红牛的。拜托，咱老大，我无钱。干你娘！钱要当我这，车上关啦。要买钱吗？啊，要买钱吗？安尼会使无？刚可以吧？还 OK 吧？王宝平讲大声什么啦？靠背你，什么靠背啦？抱歉，假账号嘛？哎，你扁，老邱的枪好烂哦。伊讲，王宝平，你开真账号起来好无？你可以真账下。这一支是那个啦，我跟你们讲一下，这一支是我们上个礼拜去做公益，我们去做公益，那家福中心啦，家福中心彰化家福他在卖的啦，他在卖的啦，义卖啦，我想讲，我迄讲，恁线这个朋友做踊跃，你知道，买做侪灯笼的，你知道？啊，所以阮进出侪支大用转来。所以我嘛是开做侪钱去甲买一寡义卖的物件。对，没有错。我刚刚买很多义卖的东西啦，这一支给小朋友应该蛮开心的，因为他会一直。你鸡巴啦，无人抽烟送的啦，你莫做个兵的哦，做兵的安尼，唔得对，啊我哪咧教你俩，你耍到啦，靠腰嘞，无啦，迄是细机的啦，细气人是，细气爱安尼，来好胖的哦，无，迄是警察，咱没警察。两个智商有问题哦，你的像啊，杨明峰呀，杨明峰，你讲我智商有问题。杨云峰，你干嘛讲？你的认为是说我们两兄弟智商有问题哦？没有，我不是你兄弟，不要乱讲。看你俩你死啊！无啊，杨明峰大哥，就问者，你讲主头到尾，来，你说我智商有问题，我哪里有问题？你告诉我。哪里有问题？来，直播上我们怎么做都不对，直播上我们怎么做都不对啦。我拿一支空气枪上来就好了啦。来，甲恁爸告那个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。甲你告啥？恐吓公众罪。对。嘿，摕玩具枪起来尔，你讲阮两个弟兄有问题，对不？怎么做都不对。无要惊真的哦，真的你警察局有啦，有啊，阮无啦，我们没有啦，阮厝里敢有这种大用的，我们有这一种而已，我有这种的尔，安尼使无？就这一种而已，好不好 ？OK 吗 ？OK 啦 ，OK， 好不好？无啦，阮咧做好个互恁看，恁介意看，恁看，你袂使讲阮两个弟兄家。对啊，什么叫智商有问题？对啊，阮两个弟兄家嘛，轮不到你来嘴我们两个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对，我智商低啊，对啊，可是我敢抛头露脸，人在你面前，你敢吗？对啊，你敢不？敢不？对不？是不是？你敢开一档直播上来吗？等你他妈的会开一档直播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说谁智商有问题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
不要吃葡萄，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嘛。两个童心未泯，无啦就是。那囡仔啦。欢喜就好啦。我们做直播就做任何事情，我觉得就是开心就好，其实唔免想这啦。不用想太多。今天发生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，我就觉得说，对，哦，这要跟您报告一下。哎呀，我是感觉讲迄个啥，因为那个达叔啦，来知道达叔的打知道。哦，达叔今天离开了，然后这个达叔哦。其实我从小到大我是看他的电影长大，我们全部都是看他的电影长大。我看伊甲周星驰的电影大汉的。我们也是，相信各位线上好朋友，你们都是啊。因为达叔南宫今天他就是陪伴我们的童年，他的电影，我跟你讲啦，只要抛一个电影名词出来啦，我们大家要知道他台词是什么东西了。因为一直在乱，今天就是不幸的他已经离开这个人世间了。我就是向嘉宾看到讲这拍电影的时阵。这个新闻的时候，然后觉得说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人生很无常，所以我们才想讲，K 姐来跟你讲，给你休息一下啊，对不对？嘉豪，是不是？嘉豪哥讲这支大机哈，大机啊，空力啊，阮咧举，敢会当凊彩对吧？阮咧举，搁这有哦，后边搁给你拖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搞笑的达叔啊，就是离开了啦。哎呀，已经就是无得了啦。那个姚可盈姐姐说她看了40几年啦，哎呀，你讲顶下会啊？讲真的，因为我是自细汉看到大汉，看到大，那都是回忆啦。来，淑慧姐，好久不见啦，你好啦，哎呀，来，各位线上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来，就是对啊，因为昨天才刚元宵完，有的人元宵节的叫汤圆，吃汤圆啊，就是要团年的意思啊。元宵节吃完汤圆，就是象征过年也结束了。对，没有错。过年的说啊，抖音跟消费者啊，拄今年这个年一过尔，大叔就等伊啊，就无法度。伊算是演艺圈一个传奇啊。他这是传奇，他就是传奇哦，带给我们欢笑啊。他从小到大我说真的啦，给所有人，不知道给多少人欢笑了啦。哎呀，讲真啊，这应该是算袂了啊。这一支偌济，甲家福中心买一支，敢若150吧。150尔，150块。可是家福好像现在已经没了吧？就是他们的那个公益义卖已经没有了，已经没有了。已经无啊啦。因为那个他们灯笼，敢若义卖，敢若做甲元宵尔嘛。元宵过后，过来因义卖产品是啥，我都唔知啊。就不知道了。他们还是有陆续在做义卖，可是就不是灯笼啊。有没有这一支我就不知道了。安尼有了解？这2支多少块？无啦，这无要买啦。这无要买，这是我去甲家福中心买，我家己摕钱买。这个卖了，我跟你讲，他儿子一定会哭死。这真的很好玩呐，好不好？拜托一下，较正经的啦，好啊，无敢亏钱啊。来，很喜欢演他的那个，很喜欢看他演的影片哦，大家都喜欢，包括我们都喜欢啊。来人，为公子吃饼。有为，你还好吧？有为，我肚子还有点饿。啊，你刚才来那个，大家晚上好了。啊，凯宾刚刚拿的弹夹，我想是 KWA 出的 CO2， 我不知道呢，智仁哥。伊讲啥？这我都唔知影。伊讲啥物？伊讲你 K 是这个是 KWA 出产的 CO2 UZI， 我唔知是唔是。哎呀，我个型号我看不懂。哎，大家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啦。啊，也是跟大家讲一下哈，就是开这档直播上来的是。跟您欢喜心情。可是，咱讲真的，你们有玩那个生存游戏的朋友哦，你老生存游戏的朋友，老黑什么 CO2 哎，你要记得你们的那个弹啊，子弹来，子弹，想看子弹的大家了。哎呀，那子弹，伊子弹是安尼，软嫩嫩啊，这是那个橡胶的子弹，但是咱讲真这足强的哦，这拍得过啊，这拍得过哦。啊，如果说你用 CO2 加上钢珠的话，把它换成钢珠，哦，安尼袂使哦，迄肉是会过的哦。但是肉就直接过去了哦。换做钢珠肉都会过啊。对。啊，搁甲恁讲一下，换做钢珠，你就是枪炮管制条例啊，你就爱入去关啊。嘿，啊，这就是，若有要创啥的，就是咱预留钢，无啦。穿欧北钢架哦，无啦。迄两个机关那个来个做去的呢。无啦。哎呀，我一般家里我们都是放这个而已啊，没有什么钢珠啦，外面也没有在卖啦。我们还有放这个。那个虾皮好像有在卖啦。虾皮有在卖，你们最喜欢的虾皮有在卖好不好？有咧卖钢珠的啦，我唔知啦。张伟生要订一包。无。张伟帮，你帮订这好。无啦，开玩笑啦。订这种的，订这种。
没有这种 CO2 的，它是用这种的，哎，一起用橡胶的。你是用橡胶的啦，你有了解不？来，你们平安快乐，我就很高兴了。那个谁，姚可盈姐姐，佩文姐跟凯宾，你们可以再一次吗？不行啦，不要了啦，不行啦，休香嘛。哎啦，不要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玩就好了。下次啊。哦，那个陈英男个条靠背啊，黄英男啊。啊，你来伫我家。哎呀，又在转小哟。啊，有谁来伫我家？来，英男是咧转什么小？来，我咧转啥？阮搁安怎转小啊？借问者好无？请问一下。哎呀，是安怎转小啊？不是安怎个转？你甲我讲者嘛，甲我回答者啊，回答一下好不好？没有，那个虾皮是真的有在卖啊。你虾皮是不是有在卖钢的？有网站也有。网站也有。有啦，你只要拍。可是你用 CO2 你就不要用那个钢珠啦，袂当用钢珠。不能用。哎，杀伤力伤强。哦，建议就是用这一种的啦，这不错啊。博宪哥，谢谢啦，哎呀，感谢啦，哎呀，我会加油啦，好不好？我们两个都会加油的，好不好？哎呀我 OK 了，哎，要给你吗 ？OK 啊，还是你要开讲？开讲啊，开讲啊，继续。两台拢好我，你再一台塞去内底开讲啊。讲，我讲了，莫安尼讲，莫安尼讲哦，很哪要紧？来，各位线上好朋友，傻眼，你傻眼啥啦？不会啦，不会，你相信我啦，好不好？叫你美乐，就傻眼。来，刺猬哥利二啦，哎呀。那个背后有去刺美美的吗？思彤哥背后没有刺啊，哎呀，我背后没有刺青。有刺啊，他有刺啊，哎，有刺啊，有刺啊。来，我家有放在鸟鸟什么？哦，你文成哥讲伊的穿是放在脚下啊啦。我跟你讲哦，迄毛凊彩共透出来哦。哎呀，天齐哥利二，来天齐哥利二，来虾皮卖代孕，没子宫可以怀孕，多厉害！哎，不知道。这我唔捌，这个我不懂。车太犬这个我不懂，这个我们就不懂。这你爱去请教专家，这我袂晓，这点我就袂晓。打钢珠是违法的哦，爱看伊的色素啦，伊的下手。长得好像新闻深喉咙的主持人王佑正，谁啊？你讲我啊是？你吧？我哪会知？像像王佑正，王佑正，像我唔知。我神赵正平啊，我神赵正平。来，咱个讲啊 ，CO2 胶饵不够，钢珠推的，无，那个正如哥，林正如大哥，因为这伤强啊，我迄阵去买 CO2 的时候，伊就有讲啊，生存游戏，嘿，他就有说了，如果换成钢珠就卡到了，就卡到了。嘿，啊，软珠就是橡胶的啦。这橡胶的，这就是嫩啊呢。这就是伫个合法范围之内，哦，范围最边缘啦，系啊，最边缘的那一种。系啊，但是这拢有啦，你若买的人去生存游戏买啊，莫找我啦，来，对，我无咧卖啦，无咧卖，没有在卖，没有在卖。伊讲伊的钢珠放在脚啊啦，有钢珠啦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你是应该入7粒吧，7龙珠。来，请问一下，你们刺青去哪里刺的？凯宾哥的手很好看。人家看你也不爱看我。那个嘉伦，哎呀，我的手好看哦，哪一指？来，那个大拇指、食指还是中指？嘿，嘉伦的北洋讲话，你要讲那个跟五哥跟兵哥2只手都很好看，你要这个我要怎么下台阶？你懂我意思吗？5只手很好看呐。简万哥讲天风规工拢咧讲过啦。哦，黑的哦。我跟你讲哦。每一个直播台有每一个直播台的特色，它的特色就是四处告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直播台，阮就是，我逐工就是爱白痴，你知无？阮就结白痴来互恁看，啊，大家讲休闲蒙趣味者啊，像你演员食饱鸡嘛，现主席看阮两个兄弟啊，是在表演，看好难，何乐而不为？你懂我意思吗？你们手上的纹身很好看，谢谢。那个谁讲的啊？我是觉得还不错啦，还可以啦。哎呀，你觉得我狮子好看吗？那个，无啦，你咧。哎，这只狮子好看吗？没歹吧？甲恁头家实在是安尼共动起来，你看好无？好看无？好看无？蛮好看的吧？旁边我不行。这个衫啊，袂歹看。哎呀，卖规工礼拜我直播台规工天风啊，你袂生了，对不？那个黄营长不要。来，那个谁，J 大公那个天风为什么不工作还有办法生活？这也摘掉啊！你，其实你也可以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都可以啊。来，过来，我儿子就那么废物，对不起大家。朱进龙大哥，我讲真，进龙哥，因为我知影你虽然是选民，但是我要甲你保守啊，讲一句话。保守甲恁讲。我只要保守一点，我先甲你讲，因爸爸已经转去。无去啊。
真正莫用因爸的相片，因为对你无好，对恁兜的人嘛无好。对，无错。无虽然你是选民，我嘛足尊重你的。爱甲你讲啊，你入来你无甲我泡，无甲我算，啊，我是讲，爱为你好。我安尼是咧为你好。你会当坑其他伊的相片，不要拿过世的人的照片。对。你用伊的相片了有无？然后你再个伫遐咧甲泡，佫无要紧。嘿，来那个海派家的狗说，胡导今天又要导什么戏？我今天有导戏吗？我今天有怎么了吗？我他妈现在这里聊天不行吗？开讲拢袂用的。奇怪，咱开讲拢袂使呢。开讲拢袂用的，对无？为什么？哎啦，因为恁虽然足侪人入来看是选民的，但是我要恁讲，因为毕竟伊就转去啊，唔免安尼改迄啦。来，赶快把书法老师的枪拿出来，被没收了啦。啊，你要的话，我们见面哦。英兰哥，若较会风干，咱见一下面的，我客互你。嘿，你看要爱几支？会使无？看你要 RPG 大用的，沙漠之音都有。拢有啦，全部都有都有。嘿，加。你该想的对，你想的这对。支是当举几个，当扫射。有红外线远程的，穿无？抓不？对不？哎呀，不要再进来就在整天在靠北，我进来就是聊天。我今天开直播上来聊天也不行吗？跟你摸来讲者，摸盘到这感情。请问你的枪几公分？你是说哪一支？这一支的话，基本看起来超2尺了，超48公分左右啦。来啦，我跟你讲啦。哎呀，啊那，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凯宾伊个下骹算彩数的，较低一寸。我算彩数的啦。会使啦，还可以。我咧算公分，咧算彩数的。大，请问你们有入租吗？歹势我无入租啦，哎呀，无入租就已经，干死啊，就呼叫啊。呼叫！我跟你讲，你这外口做口碑啦，真的啦。你从我敢探听者啊，做口碑。伟成功，上次帮家福中心义卖有感到的，谢谢啦，谢谢伟成哥，谢谢啦。感谢你啦。请问你下面那支枪几公分哦？我下面这一支哦。算彩数，算彩数的啦。那个不要问那么多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会惊，好不好？你会怕？不要问这个。哎呀，反正我跟你讲了，用过都说好了。那个你跟我去洗三温暖，你会自卑啊？洗三温暖，我改变到惊了，你别给你看。我有一次跟他去台北洗那个三温暖的，哎，拢爱全裸，啊，全部都全裸的啦。哎，啊，即摆大家裤扭落来时阵有无？哎，安怎行？伊哪里行？伊哪里行？吼，做摇摆。我是无安尼啊，我是惊我的尔，我哪会行呢？鸡巴！哪有你讲啊无一块好啊？无咧，你是安尼行，差咧行的好不？那空空啊，下次跟他洗三温暖就知道了。讲认真的，好不好？那个叶明哥，谢谢啦。阿叶啥？英俊啦，哎呀，我讲今天你甲我去洗三温暖，我可能你会无想要甲我做个。你可能诶，凯宾，你先，无紧，你先。大哥，请。那傻傻的，金项链可以看一下吗？我才4公分直径，哦，那通常直径若4公分，就是较肥嘛，对吧？对，没错。伊肥底啊，肥底。伊迄个肥，但是伊袂长，你知无？袂长，可能就安尼吧，4公分差不多啦。哎呀，难道老邱跟凯宾哥年轻是不是女生？是不是排到美国去？没有，我没有。没有了，没那么扯啦，顶多就巷子外面而已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顶多是我们家的巷子外面啦，没到美国啦。啊，嘉伦公啥？难道凯宾老邱？哦，没有啦，那个没有。江哥晚上好。哎，那个 J 大说那个可以现场跟你们买东西吗？可以。可以啊 ，OK。可以。没问题。哎，来，啊，有人有问题要问无？哎，啊，迄啥？英兰，我讲真诶啊，入来我这台做选民吼，你还阁无够资格咧。你无够格啦。哦，你不够什么资格？你嘛没什么卡啦。你也不是什么角色。好，不要再进来这里当选民。妹，那就是你若讲演，跟我们开讲嘛好。歹看啦，你知无？绕开吃相难看。你加绕开的啦。你多漏气的，那么多人看你在那耍智障，我们两兄弟替你感到悲哀。你讲认真的好不好？来，那个佑文哥晚上好，来大家晚上好啦。哎呀，你改变你几岁哦？男先告一啊，21啊，春节高会嫁李金龙啊。嘛21啦，21啦，今年21啦，哎21，我今年20啊。咱两个唔知叫你讲卡哦。哎，思聪哥讲凯宾你所带的是劳力士，没有。天风带什么我就带什么。这。天风啊，挂啥我就挂啥，安尼会使无？这雅琪亚会啦，那是夜市货。天风带什么我就是带什么啦，哎呀，我跟他同一家厂商出品的，专辑厂商出产的啦。你大讲啊，转赖无做啊，哎，一言难尽啦，一言难尽，好不好？来，
干嘛求老？不是求老。没啊，也不会求老对啊。啊。哎呀，求你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求老？你也无什么好我会当给你求老的。给我10个理由啊，我听看看。对不？你有啥物理由好我求老？而且你拍字较紧的好不？要做选民安尼，你拍字佫伤慢啦。太慢了。打字快一点，这样打字会吗？波在这里有没有？波有没有在这边左上角最上面那一个波？你莫安尼甲讲，伊会伤心。哦，伊感觉，伊会感觉。无伊国小无毕业。你把赛顶出来，回来骗，莫安尼甲讲啊，真的很像啊，什么东西真的很像。我知道啊，那个谁，那个吴孟达已经去世了啊，就是大家，我们今天开直播，其实我嘛是感觉讲，因为自细汉陪阮大汉的一个电影，哦，他演过很多喜剧嘛，对不对？很多有为三叔。对，啊，就是，其实也蛮难过的啦。其实我自细汉看伊的片啊大汉的。娘子，赶快出来看上帝啊！哦，那个你们又要知道吧？